几档小夫妻相会。就说现在纯粹我小家看见表弟出高头时嘛，闷声不响。搿方清还想个咯，你是欢喜讲了海，为啥不想嘛？就是不大定心。为啥不定心啊？放在菜饼缸里，是在菜姑娘一番句话哈哈里呀。是的，3年来500岁市里姑娘，我表叫灵儿高人，表叫不行，你们天光队出高做施工。但是我这人听见自家亲眼睛分看见，我要亲眼目睹看了一看，他是光浪队跟我心系掉落，没错卡。我要看表家队浪向还有队法，我个队背要不周齐。在表家到河浪看我，两高头4只眼睛擦长一来，把表家说起来，嘿嘿，这个小的是出自高，最自高5不规矩浪推口高知。就是从前没马门高知不好看的，从前是这个呀，侪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包当神亲之前大高不认得大高。是要到少辰光看见呢，是要到洞房新房里向挑脱房间一看，哦，这个是侬高知部面孔上有点折子白盖，我快认得来了。从前是讲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苦恼，孩子不少人啊。我弄堂里向有个小裁缝，做裁缝蛮好呀，有人当你做媒人。是的，有位小娇，脾气好，面孔好，样样侪好，真心生活好，虽然眼睛么子也唔少少。搿里做你对不要紧的咯，真心生活好吧，将来过来子吧。我们现在里面挑边，小康子叫得来得个哩。等到讲清爽，把当神亲，绑挑他房间一口吧，就是新娘娘不头个呀。那么你要去寻找媒人伯伯，咦，那如果不头个来讲拨我等你讲清爽吧。你分讲吧，你只讲为新娘娘面孔好，真心生活好，样样侪好，就是眼睛么子唔少少。不对，要是眼睛问题了。眼睛问题唔少少不对不啦，哦哟，苦头吃足，从前是这个不好看的呀。非说是刚刚知不正外头人是根本发白，看才不能看，不像现在一样。现在情况虽不同了，90年代，你非说自家高部，你出去看见漂亮点个女的，你看看也无所谓。我是欢喜老子太棒，我欢喜口感。他是外出去看见这种年轻女子。有只女士面孔生得水里身浪向端庄，用不着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叫得觉得蛮朴实，有风度，有气质，你多看看也是意外不可。再讲讲搿种人，他出去看个人蛮多个，引人注目，面孔标致漂亮。相反，男人生得英俊点，潇洒气，他出去看个夜头呀。所以我礼拜天南京路夫妻把就是个浪向，哎。搿方清楚你对不口不定心的，搿么哪有？这个啊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，倒是让我先从表家脚浪向看起，慢慢叫看到你对浪差不大多。哎，到底上牛了呀，就是看高知部还有拟人化的看法。望中表叫军府对我看下去嘛，哈哈！想他军机经理这那厂子流动出来的，而是纯粹侬是要叫关国千金家，好不要看见个。从前辰光，关国千金出来叫言不露足，最露。这分不人家看见，
笑不露齿，笑的辰光牙齿不还露出来，实际就对一做牙齿不被人家看见，是这个。孟姜女的范喜良呢，还会得成为夫妻的。就是孟姜女在花园里向泡蝴蝶，不小心一把手指搭到花池里向，撩起手指骨，啪，起了一把手指，技巧范喜良脖子上向不里看见。那么孟姜女做人的，我手上向个肉不来看见，一家不来着。看见手上个肉是一家，孟姜女更是更个。我想想孟姜女汤是我到现在落个里向游泳池里，不知哪弄法，我倒吃不真子。笑不露齿，笑不好露出牙齿。那现在有只小姑娘子也俯首过肩，非说笑起来牙齿连得里向笑肉都难看见的了。俯首歪着，从前辰光是这个。就是中地高忙到小脚浪向啪，此上我往头这个孩子一别再出高呀，一口么奇瓜。哪个睡不好啊？用脚浪向是塑胶人，身浪向衣裳作性是出家人，再看看军服口。看上去气泡蛮大，蛮粉净，一看上身子。上身着你上衣裳来，听众戏曲舞台上看见关国千金出来，有件上个衣裳，当中有女的，搿件叫啥？叫披。浪向看不出有啥个出家人的味道。张说我才是出家人，我为搬这对讲，身浪向打扮出家人，头浪向是光浪头出家人作性，现在有看苦浪头蛮难看。再一想有着，别家什么啦？彩屏啪来了啦！刚吃刚来，我看彩屏，手目光坐到别家头浪么错不到多啊！像坐过去的辰光，心啪啪啪啪啪跳个不停，非要马上去是光浪头脚，对里一口嘛，哈！自己他金笔家会呀，已经参加金龙云，总地讲九光吊光浪头，想不到偶遇的是没人出个对方，当中啪一个龙凤镜，一只赤凤，一个阳明指，对了对，对了对，别叫分出高吧，我有彩屏啊，我总归认得来啊，口头吃杀当上杀，哎，我胸口头棒哒棒哒来看，哎呦哇，现在想想到底回文通讲，我放心啊，你现在定心子吧，定心子还开口噻，就说大老哥，定心子打上了边浪，不像子。但是今朝现讲，手定子一如不开口，为啥不开口嘛？有道理。叫位置那个小大是一言难尽，七夕不问，非恐千岁。真知把他西浦人一让大病一月余来，因而往本一封家信，白云庵里起了女心。舅娘生日两小相亲，
家里舅娘几节空门，阿堂跟前分怒风声，桩桩件件谁为那方亲？乃呢，一起3年，毫无音信。今日得此从今园林，书中边将列长一人，应该拿边地先来接应我一声。还是今朝我不开口嘛，一点点不错的。小家不开口有道理，方亲不开口就说还有道理的。注意对别家，我南阳女大亚不三金，南国宗师久到北京，冒名冒姓，极地神明，乃是新上的名妇，上流的夫人。我是凄凄烈烈，乃是义义人人。虽然表弟应该拿别家先来教育我一声，还是不错。就说你都两高头谁不错的，两高头病。新房里向往往欢喜病讲，从这辰光谁是讲新娘娘不跟谁开口，新官人也不跟谁开口。就说新官人谁开只口啊，下来一生又是要破家步，不肯开口。那么新娘娘还谁开口的咯？就是新娘娘不管谁开口。新娘娘先开只口，把那马门的阿公阿婆要骂改，那叫刺激的做法人高的。事实上是辅助女性啊，并吧，女性偷到哪人都从这辰光7岁到关门训，关门训那是要清爽的，封建社会，在家中妇等到屋里听调的，告子出去出外从夫听男人的。那么男人死脱子嘛，还自家做主不来噻个，叫夫死从子也要听儿子的，不是之久，从前是讲蛮苦的。往往有辰光啪告子过去，一个不对，男人随后弄得虚脱。啥叫虚啊？现在讲起来就是离婚。告子过来不孝公布离婚，不敬丈夫离婚，不相邻吵相骂离婚，隔几日离婚，不听书离婚。你那不听书嘛？里向的了，实在啥意思嘛？就是不重视女性。现在情况不同了。现在这个社会里向各地啊，州县从中央到地方，侪有女士让担当重要的职务。有个是部长，有个是副总理，有个是公司董事长，不得了。有2个屋里向为主体嘛，也做得蛮大，财政部长，啥个部长？财政部长，不是不得了。经济大权托拉斯。倘使有2个男人不说想围住去强格格把男人告子，你马上来个宏观调控，经济冻结，下一动地发放，就此无不大吉。所以为是社保男人告子要尊重女性。病得啥辰光呢？有辰光病得蛮结婚，我个娘就结婚，我记得蛮清爽，新房里跟清一天。后来再有媒人不把老丈开口。那么现在方清的人才个嘛，并啥辰光？现在讲起来中浪向2分钟，还是男的，并不过女的。让我先开口吧。姐姐，想小弟姐姐已经3年不见了，在这3载之中，姐姐想来怪那副虚后神将，不察口之，定着是意的。他我了佩戴针，叫语文必答。不过三家脾气还蛮神性，你不考我子了，讲起话来带一点灯。有意的姐姐，小女子实是荒诞，当然后了不调见识，谁晓否知生乎？就不带一地的哈。就不带一地的血呀！这个吃这个藤头，我不发，爷娘不和我不想，因如不及内小，多他娘2、3年，我只当分天经，我还要小家来，下来的啥？前3年我大概得来，那边叫凄凉东港，我有富家之宝真之塔，当一包gol点心送给我。姐姐，相信你小弟到此，还比穷林之鸟，流亡之鱼。神梦姐姐既此其真切决，我万分惊喜。我若是做临相日，务必归赵，当即小非人，送进须弥为下之营啊！什么子？是唯一地去争取他了。
我为这个头争取他眼里不只可他计划，今朝那副地气收所在，地气争取他，唯一等他力量上。一地小女子匆匆见地，惨惨身转，将其针哀送一地，一欲对莫追求，一气下的不良累及一地中斗女的受尽不详，这都是女子的不是呀。也是个人对吧？我发下不应该说争取他不呢，那中斗帮着讲的。我介绍你别叫帮着讲的是我们的事体，哪挂到你身上了？今朝刚刚绑对，弄个称等做法。身上大事当被发长气，理当是终身不帮忙。这个让个楼底音律给你听听。姐姐，不要看小弟而今出家送道，像山头那样的说了够了那样，谁人的是大吉大利，好比十马塞翁一只飞佛。哦，奇怪，哪想到刚搿张古典叫十马塞翁后中得福，就是后福并赢的意思。哦，懂了。大概你个意思当中取得帮他讲的，那么今朝呢，你有个大事做做，倘若不帮他讲的，你的大事啊做不上，要么这个意思啊，不懂啊，这呀。讲的现在得法做之官，身上像是脚掌改变，一味口之。门口，现在也想问哟，妹，非一门上去500公民，彩屏那边上也要落不落？可么实干，后不拿公粮食绕开了海话当中，隐隐约约来问你。那么这样你拿公民两个字开了海话当中，隐隐约约来回答我。对，啊，一定啦。姐姐，口追今是假君子，你一定送来喜不深。想临别生意几飞，生机分美的举松亭，明我梦痴黑水分烟深。一人如那阿东，哎呦，方清之意的别家也个，历史家发问我，现在只是我老娘家关着我来门上来看，前3年听我老娘家举松亭分手辰光讲了一句闲话呢，也忘记了。我不讲个啥闲话了。我替老丈人讲，将来我不做官，不得功名，不得襄阳，不替别家把堂做亲。现在说得到，做得到，忘记人生让胸口的。你鼓励我面子，拿功名2字上了句子当中，隐隐约约问我，希望我隐隐约约回答你。
那么方清舟一对我往事现在得法组织规则，我拿公民两字啪翻到市面浪向来，我来释怀公民，使得公民一个铜钿当在复热。还有啥娘来分问我公民，问我出东东闯大进，当都手到落里死落里，等姑娘出来见姑娘，对个。姐姐，相信你小弟在岳父大人跟前，否必够讲过公民两个事啊。为何记得个？可里那说法，大爷请讲。哎呀，姐姐，像公民两字，你还是不要分解的好啊。嘿嘿，继承皇帝面上出走一本三千御林军，太平章头头围着，勾出来到祠堂里向，阿刁老娘讲服毒而亡，公民有啥意思哦？分级的好啊！好，对你妈妈，我们呢公民是分门错的，因为你读书人呀。那么而且我们的没印象，看来闲话当中隐隐一家门呢，张可那不要落不落？但是现在你拿公民两字旁贴到市面上，为实话公民，那么别的呀，真正的预知公民来进步实话里，不严谨的呀。你现在不公民在实话公民，每个人啊，不能把人口内不起。那么的的确确，我们呢公民两字门得没对，为啥呢？读书人，读书人方面呢，公民两字么去门杀人呢？内心呢去门挑葱骂菜的人啊，那么真叫分不对子，大家背不背不哩？哟，一定。像你受人不问公民两字，欲问公民问候书生意。哎，我对讲，来读书人呀，来读知识，我当然要问你公民，我可对这样去的呀。放清楚你的啥？哎，我不特理，是别讲。这来这个说起来，一读书背要有公民，背要做官。我现在讲两个有本事讲好不来听听。分在出众，越往沟前，和往海里，结果呢，反里反少帮，帮里复国，有复国之功，就说你非要做官，大肆西施，
一级批转到富山汤屋里向去调调鱼，后来到山东做生意，经营渔坊，反过家财，改名叫陶志公。为当时光武帝复国主公儿子嘞，还反而做过，才有到浙江富春江去调调鱼来表彰才女。这个两个工人呢，总不记得不晓得。今天我姑父老丈人是那个牙，姑父了皇帝面上推脱身体不好，高老还想几岁？40岁。现在讲起来正是年富力强的辰光，你为啥非要做官？你啥不去问问你这个牙？也就是此，都只是非要做官，非要功名。因为我现在晓得世界上向的人呐，夫夫少少才是官迷心切，所以我现在要创道人。我把道人吃苦能红呀人梦，那别叫还能做梦。放心留下来太地上，就说脑子运动几百。对子别叫养发养发，自己呀走一步了，口呀听也听，对小弟唱一曲大人与你听听吧。出我的毛病来送了给你。哦，我们那公民两字，你再不说出公公唱大人唱给我听，我不是那啥人，我不是那未婚妻呀，还是走脱个贼。想想别的呀别的。你妻子得头3年变脱一个人，前周子大概的来来日日，一看看是面孔也红的。你打看看今朝看，变得油腔滑调，个面皮来来的嘞，说的自作祝福你了还玩。哎呀，想想别的呀，我总觉得那配子亲子，不能看那15不主气。那么而且呢，抛弃娘3年。今朝大子该打，上千家不千家，还是贴出做仙人高云。现在再不说出蹦蹦闯大人，哪可以呢？啥个？我来提起舅娘，讲的你娘的口气不来听听，还有让你听见子嘛，违心转意嘛，还是桩事体。对的，哟，一的。你休不想呵呵天户公子，堂堂宰相王孙，岂能够不明下体，不受逼迫？想舅娘年年陪伴，家君处处招人。今日见女侣，也欲受不出也。
去年是再逢50余年晚，你半不人当地的养育恩。想万里不见沟上空，谁在梦沟口内云，身比万里口谁分？可是啊，别这样提醒我，你屋里向家境，屋里向金花，就让虎狗守在，希望呢将来替祖父报仇，替娘吐气。奶奶还出家做大事，咦，我得发做子姑子呀，为了嘛有我了。那么放心啊，你总归你是个分讲出来呀。小家该废话一讲，总得讲来放清心里的难过，或者你出脱两朵眼泪，就说你非得不难过，非扬声大笑啊！现在又好得了！哎呀，我这两句话非要是难哭，想总归想不出，为啥想？问问看。哟，一的姐姐，如何想？有没马门讲，想谁不好想的？侬好想，想你讲到为了忙有我，实讲一讲，别叫同气，我一句讲讲。姐姐呀，我叫听君一句话，深懂。是你是啥么子？听着我一番闲话，身边读12书，根本我跟你讲这两番闲话，你们上还做上牛子哇？还不个种事体怪？不知你这个闲话为啥拍拍我马屁呢？为啥等等我讲听我去？在路的音头不来听听，不知来也听得出。姐姐呀，姐姐，不要小看小弟，而今出家送道。可晓得我的志气，生病也要用手心啊！听大概他动着，你个句要有来历的，那他们从前我们娘说些个呀，这条穷句啊，哪位做姑们呢？做姑娘也要手心阿三，教人说里贵敬3杯。所以你现在还讲，你也要手心，言下之意，你都娘要好像手心阿三。哎呀，别的呀，你分这样吧。你写出来是个水在相公，今朝别个大事先生，非不输谁。可两句话真叫不我听见，倘若不我娘听见，你白带我是拿来一番水着，我看你呀，真是一个地洞走走得来。哼，既然你讲手人，那么今朝我就拿手人来背不你？对，一的。姐姐，你说呀，也要手心手相，是啊，像一的与手心比较起来，说干说的。别，一句好好推行啊！你要好手心来比口，手心的呢，少人高少人低，等上啊，姐姐，像手心是足够。我是足够什么的？差不多。手心格格里格格两个点都坏了。凡是终于够高低，必要有个高低，我替手心还能分出高低。一想去姐姐呀，像小弟手心比较起来，只差一手。你的手心比较起来，特别一个手嘛。拿什么来比？那么让我想想看，手心做大6个人像一个6，你们大字么叫5来正发一个5，一个6一个5，哎呀，到时巧特为一个什么哇？哦哟，现在心里气得嘞，想想别的呀，你别是身高不的手心，你连得什么不的手心了还问？说面孔脏么，神大的不像。边浪向蔡姑娘看，哎呀，不灵着！你现在当丈夫们却是保障着哇！啊，是我来告人对个啊，
各位，你都像错人道走呀，一个下去再一个上来再，彩屏记真呀。各位，你说也要收人收相，是啊，像你各位与收人比较起来嘛，说干着的，像你呀，也有他嘛，也有他什么呢？去是没去个，也有你少。那么内心的真正方球比收人深意什么？收人如果人相说起来，如果国家的人相，那房子人别个吃上人个饭，立国里向摆都蛮想，有辰光几个三文手一棍，有辰光几个油文手一棍，大明朝统一江山，两京13省，方清走到七上人后，都不天下哪里水里，从实力从收入，才比收人两胜一筹。现在小猪头掉没掉？问我要有的少，彩笔记啊！各位，像收人与第二龙须后之赛，真觉得当我方子文几百余动之妙。收人说到太公引武经，说叫太公引武经啊，讲他公的兵法，奥奥妙妙，真觉得当我方子文道人却是比比灭灭。倘若我把唱道人的神通讲了出来，恐怕当年的收人会不及我。放弃！哦哟，唱得人嘛，唱得人做，包得里这里向还会得来，绵绵，比比绵绵。各位，像唱得人嘛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唱，第二是说的第二个，唱得人唔唱好处，特别昂当，上得特别在，哪怕是唱得人。不过现在我上牛了要唱得人啊，不是讲便当，要讲点神通出来。彩屏记是，说唱道人神通广大。好，那也请讲了。彩屏记呀，你且听了。清上讲，七上人后上有了呀，以今天为地之赛，留下来司机屋里屋了，可以想到走过路上，还可以想到出高仙人路上。唱道人的神通好，今朝来自唱道人大名家在，来听听看，你大人一唱神通广大，可以唱得呼风唤雨，万端一心，还可以起死回生，致富济贫。搿当少呀，你三家头没一起了海，啥个？关在姑家，弄点风了，弄点雨，不想想看，哟，一想法灵感。那么你们还不想，弄不想想，刚刚想个敌人做你杀贼呀，出来辰光天蛮黑的，一些些哗，一直要倒雨，落得把人烫烫起，发黑的。那么家里万端一心，还不灵，各种花门条的，还爱些的弄得天理混沌，也还大高的。那么还是起死回生。哎呀，但是眼睛么是不死人哇，通光你三个人，找人去死你。看上去死是只有我不去死的，我死怎么样去救？又不要那么少，那么我们得死在你们救不活，根本会把死着了，我不灵感。还是阿妹一句来，啥么子致富济贫？你了还讲你个大人一唱，穷人可以比有动的人，哎呀，错的来着哇！根本就你的哥呀！你该是什么种好本事嘛？好不得自家吃蹦蹦，吃蹦蹦，多唱几只大人。根本你用不到最高，还去救个法师走啊！背背那个车队来。
你，啊，你说常大人能够治fru疾病，是啊，如此嘛，你为什么不治fru疾病自己，反而要治fru疾病别人家你？我小句我对你理解个，这会别生个呀，你能够治fru疾病呀，人家付个少付自家先付一付呢，弄得个最后大事，哎呦，大才子一时对弄得别不住啊，毕竟是有学问的。平常书看得多，胡书不来，胡书不阅，雅思看得多，哎，一来信你倒想出来的，晓得彩票啊？按照那个意思，大陆人社会子治fru疾病先发第一人精，让自家派用场，不可以的。他是治fru疾病第一人精，先发自家派子用场了，不能成为先人，不能违立先辈，要过出去的。第一人精跟先发啥人为个？不同人士当中后中例外的。后总理还要水学生子，还要有这辈人，哪么的啪，到一档地方人们都砰，这头子一点，杀头一点必金子，门手一点人，哎呀，大家谁呀？就是门上一个人不一样，啥人？李东斌，李东斌不信得口里啊，你是唐朝的后代姓莫之理。要做理人，哪怕你夫妻两家的大事想都打出来，得江西老三西宁洞里向登来，此称东宾客。后来小奴死特在上，夫妻两家头该姓得口里两个口，就说没理费啊！哎，后中你们你为啥费啊？说到大陆人些，这个金子我晓得，啥都变了嘛，将来要翻本为牛啊！搿个人拿进去辰光4块金子，等到门桌开到春天，怕用上一块一块杀对，一家人家倾家荡产害人的事体，我不做。第二，众里之大喜，水中门头，李东宾为了西北，是称神样子，搞三四不走。那么你为此改个想法，你还要去水学生子，还是到一趟地方，人都得了婚，烫一点，毕竟是门大家哎呀嘛，大家侪呀。内当中有一个人说得对啊，哎呦，李东宾做年头考上去个人有点像我的啊，小生子在听听歌，说他是普普害人，不，大陆是谁？我晓得个，这个是啥的，比个金子用不光个，大陆是谁啊？哪只手头子用不光，哪只手头子不能够知道，又出了2岁为要喝吧？那么李东宾跟着讲一声，叫人头中伤，不斗人，人欲喝难题，5不满足，都中伤，这2只病，芝麻病。一只大兵里向空间，一只小兵里向有了3代了还。到一档地方，看见10几只狗，让人不够打滚，啪，2只兵倒下去，就说10几只大狗看见这只大兵才去抢这大兵去，狗也是偷心不足。那当中有只小狗，受不过2只大狗，到角落头去吃只小兵，不晓得这小兵里向3代来呀，吃下去了身上去，啪啪啪啪啪，飞到天上，随便天狗身。那么2只狗身体也要厚了，是不是？你是空心老头，回过头来还把我弄个李东宾个，手脚狗咬李东宾，不是好人什么？谁是该个出点呀？到这一听是听得上可喜可贺了该，就说不能绑飞他哪位激动神采个，痛则放轻，无为之错。杨翠13他把龙梦境，路浪下3天3夜疯困，赶奔到苏村。德行离婚前，王月金小姐，今朝日里向官前家上府台大人乔子们在高尚辰光，把府台合同8步内外当马帮。老百姓在那讲啊，府台合同肯定是个偷赃官。上龙门今朝上油门啊，要寻杀府台。那么13趟白呀，囊中当班呢？对打闹龙刺金骨，2条日月双飘。身手烈龙莽贼，我在把西门角，下边还是不可见铃叮叮当当，有些路带分酒水，有一口龙酒宝鸡，当神机不明，我是身体苍生苦，不必老虐院内笑。实在太保是人
龙门阵，今朝来寻着府来，众人劝他们夜里上当。现在辰光这当木家子哦，面孔上像笑嘻嘻。啊，师兄！师兄！分身在古地机上，有个女子到你交际深入，觉得怎样？请讲。啊，师兄！顺这小女子告状之日么？喏，哦，心正愁三，我测月。有个小女子来与把月生，这高双女子哪里生日？一是未央啊，清后谁还是杨主任？他的闺名叫王月金，他畏惧他的兄长就是那个王月清。哦，想王月金，他好一张利嘴啊！他是社稷神强，都厉害。伶牙俐齿，心口圆。故事讲了向我对推做事情，那么个没啥客气。我吩咐那么皮皮水，当起来通红大的，我吩咐重重的打打的好，对了，看看蛮好。你亲口讲给我听个，看我离婚去个，可惜我们连拉都拉不脱的。后来怎样？打了为不失手啊！为要怎样啊？我吩咐那么捆绑水，后头那少讲点呀，一个不是功劳，一个是财命呀。你像抢功劳这个，全部背了自家孙辈浪向，吩咐捆绑水，妻子不用情。到后来嘛。别这段水，我真恩了状。哦，你已经准他的有状了。不是家郎想祖母招张之下没办法，我这么正个不为大力神，叫九正不胜雷中不发师兄啊！我要许是通达那王恩，叫他王人猜出这批文，待等今天大手人，把那王月清杀死灭后根。我要猜出今天到处。一听嘛，这个人手里子那个，这里上俺种说法，谢家不敢让，你到阿哥可以到我今天，谢家盖一个让，反而害里到阿哥这是两样，不懂。啥天里也啥样子帮他上往里路呢？现在偷偷的个看起啊，师兄，师兄，想小弟们倒不明白了。后事不明呐，师兄，
日后与这高双女子许此的不对，与太上王老先生们，巧许此的要好啊！这对李妈妈有啥要好的？要好了，二郎下三千两的，那么好来好去，自家弟兄用不着的。啊，师兄，实不相瞒，去年秋季王玉清从雷东击刀勾手，太上王老先生送与小弟们什么东西？分银3080里佛一方书信，叫小弟荣中要报黄道呢。啊！请一听嘛，美好，实力这个土丈夫，哪子不打你客气的？面孔别白，师兄，儿童一下呀，师兄，小弟要在苏州拜访一家亲戚。另请哪一个？后要小弟拜了师父道子，拜托你师兄，希望另请家中啊。不给呀，不给。另请哪一个啊？我的亲戚在你修禅之中。哈，那么儿童觉得我咋不对？你个请求在我手掌之中不问口子，你个请求让我覆盖了，你想吃故事，啥人呢？另请哪一个啊？非是旁人。哪一个？那老王入口的王玉清，乃是我的大玉兄，说着高双女子，乃是我的飞魂妻子。后通个一直叫看眼莫瞪，孩童啊，孩童！小的不灵光，力气手的要想到，哪来的人？龙凤将啪，小姑娘们气炸心梦中的胸骨上向这一步。孩童啊，你好大胆！是。王位，花如真红树。你们大
非该死。那与们大事结束，请听我讲。但是讲三个人啊，客气人，搿番我不讲啥。表弟呀，你不想想，43个人啊，屋里吵架，阿刁老娘家气杀文堂，就让虎狗守贼放杀这部16年拿来拖头，有一顿一顿，为啥？希望呢将来得法做官，天助生友，天让托起。现在我的终身，你也半子之客，在了男身了，你还出家做大事噶？那个人啊，叫恨铁不成钢。方清受得了面皮啊！就说现在不变掉，石岗毛有了呢，面孔长得凶凶，红到头颈里啊！哪位人啊？方清是四肢既然开不出口。